分享对吧？啊，毋过讲的惊大家听袂下。讲的拢惊大家听袂下。讲意见的大家好啊，因为吼，这农业吼，咱家长要注意听啊，只是讲有当时可能精神无好吼，听袂介清楚，歹势吼。因为吼，我有听到迄个蔡教授咧讲着断舍离吼，迄个咱国学的迄个智慧嘛，迄个利用咱所学过迄个增加智慧吼，来应用于即个事业里吼，利用于道路啦吼，断舍离。那佛法人讲爱断恶修善，哦，嘛爱舍，能舍才能得啊。哦，而且能舍掉一些不必要的啦，都有的，但是才能够完成那个目标啊哈。把握到那个重点了哦。有时啊，咱的心神啊，心里拢有一寡杂物吼，分散掉啊，甚至并无所成就，那这互咱忏悔这方面，你啊，那就听忏悔啦。啊，离的嘛是讲迄个这。哦，像咱佛学咧讲啊，讲知幻即离啊，离幻即觉为觉。哦，知幻哦，世间一切有形有相，啊，因缘所生法，缘起无自性，缘起性空。哦，那短暂没有自性。缘起法是咧讲咱的自性不是哦，缘起法哦，是咧讲外在的形象、外在的事物哦。当然缘起无我啊，无自性啊。咱家己是真正有自性的哦。我们真正的主人哦，就是咱的自性哦。离幻即觉嘛，觉悟哦，要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啊。你讲这个啊，像讲做 CEO 执行长有一个目标哦，要掌控得很好哦，策略控管哦。这个是做大项目啊，因为人事里面就是人的最来管的哦。那人有不同款的意见啊，不同款的做法啊，有较保守啊，有较冒险哦。所以哦，这需要智慧的，高度的智慧。那学佛学道，增加那个智慧，开发我们潜能啊吼。这个重点无对了吼，断了吼，断恶修善才断掉不好的多余的舍嘛是用舍掉一些无关的离，把一些负面的负能量的它排除掉增加正能量佛学今仔咧想因为时代发展到比这个网络科技咧咱这个座标中总是老中青啊有迄个生活时代的生活环境都无共款啊，价值观嘛无共款啊，迄个习性啊会无相似，有迄个足保守的因为食过苦啊过苦伊当然所持不易啊爱惊掉爱保守怕失去一切。不过，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拢有迄个瓶颈啊，有个瓶颈，瓶颈要突破就要需要冒险，要冒险所以爱较激进的这个时代的进步，咱看这个历史的发展就是安尼嘛，就讲保守加激进派之争了咱若详细注意看嘛，这历史的发展到底最后是保守的获胜，还是激进的获胜？有机会咱不要来念礼物总是无共时代，一定要有无共款的头脑思想，做人嘛，价值观都无共款来调整免想就是讲这个网络高科技的时代啦
会当影片，当带网络尽量讲结实吼。唱歌影片哦，观赏次数10亿以上的很多了。哦，那个只有影响力哦，那大哦，是不是会更好？为什么都只有想到，那可能会害到什么人？他为什么都没有想到，可能会帮助到很多更多的人？哦，所以这个人就想办法，就是讲，啊，这个发展社会过程中，是不是有做些能量哦，比如抵消掉的，这个是好像像唱别所在啊，那相当疑惑的哦，心中有惑的，是这个惑，这个部分就是讲激进的那个保守之争。啊，咱看历史上是不是有看到迄个哦战争与和平？哦，啊有的将军主战，啊有的大臣主和，啊和跟战之间又会造成某些名将被牺牲掉。哦，啊讲的很好听啊，就是要爱护天下苍生，尽量不要战争，这个就不是对的哦。这就是说牵涉到立场不一样的哦。啊，做皇帝的有皇帝的立场，啊，做将军的有将军的立场，做大臣的有大臣的立场，所以我们不同的立场呢，哦，就会发生一些冲击的哈。那如何把这个力量哦达到调和哈？哦，不单单的大学问的哈。所以讲哦，无法有个这样的想想，哦，啊，这代志咧遮困难呐。仙猴来帮帮忙，不是就很容易达成目标了？哎，别人我们这个修行好像不是只有仙猴在做领导而已，他还要我们众生要去接受磨练、接受教育啊！哦，不是说只有度众生而已的，还要洗刷我们的心性，磨练我们的性啊，还要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所以哦，这不是简单办代志，还有修炼心灵层次的提升啊。东西讲遮济哦，可能有遮济对的所在哦，啊需要那个继续哦，让我们这个想法观念会更正确一点。修行就是这样啊，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要修正。想法、看法。那个就是念跟见了哦，正念要正，要正知见，要正念，正思维等等哦，做法哦，说法哦，所以说就是要行十善哦，十善才会没有贪嗔痴的，没有欺淫，没有妄语，没有恶口，没有两舌，没有杀盗淫，所以是用困难哦啊。那写啊，公料，比如说在这写论主义下的那件，我帮忙指导了，谢谢诸位。所以呢，啊，先可以总结了大众群体。这边全道几公，分道几公，会员呢？树立我们。